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讲30分钟，互你正做国际新闻通。另外，咱讲到全球经济这个影响，可能有一个因素，就是咱讲到这个修正哈。咱讲即阵乌克兰军队目前也伫乌东顿巴斯克地区哦，和罗西亚军队咧修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这是欧洲上酷刑的战争之一。当地这个州长就表示讲，北顿涅茨克这个桥拢总被毁掉去，无法度搁运送物资，嘛无法度将民众疏开。主体外墙黄昏甲乌麻麻，规涂骹拢是互炮击了后的碎石叶片。乌东顿巴斯地区遭到俄军炮火攻击，巴赫穆特市的一栋公寓甲另外几栋建筑拢互破坏。居民受起轰炸会惊险的时阵，烦恼到暗时拢无法度困。Балкона нет, стеклопакета нет. Нормально. Вот такой слой стекла на полу. Разбило. Второй этаж. Как раз напротив моего балкона приземлилась. 根据 BBC 等外国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州长表示，通往北顿内茨克的所有桥梁拢已经轰炸掉。即马基本上是无法度通行，无可能搁运输物资入城，也是疏散当地居民。当地目前有约有1万名的平民滞留。乌东一名亲俄的分离主义高级军官13指出，北顿内茨克已经封孤立，乌军无选择这当导航。乌克兰军方也证实，俄军围城战况无乐观。На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ворог за підтримки артилерії вів штурмові дії у місті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Мав частковий успіх. Відтіснив наші підрозділи з центру міста. Бойові дії тривають. Обстрілював з артилерії позиції Сил оборони у районах населених пунктів Лисичанськ,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та Тошківк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鸦片心战化为，强调俄军已经损失超过32000人。也佮讲，顿巴斯之战一定会放记载入军事史册。 В боях на Донбасі, а вони точно увійдуть у воєнну історію як одна з найбільш жорстоких битв у Європі і за Європу. Українська армія і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тактично все ж таки переграють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泽连斯基也再次呼吁合作谈判，只有予乌克兰有充足数量的现代火炮，才会当确保乌克兰的优势。 终结俄罗斯伫顿巴斯地区施加的酷刑。公司新闻第非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看到日本产经新闻对应东北亚紧张的局势，南韩5万军警，咱讲决定正常化。日本政府是正面来看待。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讲到美国金融乌色礼拜全球股市拢受影响。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讲到英国打算各方面要修改脱欧的时阵签订。 北爱尔兰咱讲到议定书，即阵欧盟考虑要对英国违规的这作为采取法律行动。另外来到美国，看到 New York Times 伊报道美国国会暴乱案，搁办听证会 ，Trump 常讲做是世界咱讲到选举的大白菜。另外，咱看到 Washington Post 讲到标准普尔，咱讲500指数落入熊市，空头市场股市是大崩盘，加深着经济的大负担。 另外，同款是来看到美国，咱讲到即阵的这个疫苗，目前5岁以下这个儿童是美国唯一无疫苗通注的这个群体。咱讲到最近 FDA 审查报告咧，小连续证明 Moderna、Pfizer 针对5岁以下儿童疫苗安全，并且是有效。按算伫咧这礼拜就要召开会议，决定是毋是批准这2种疫苗。另外，根据 New York Times 报道，伊讲到 Omicron 传染性真强哦，咱讲感染过，咱讲得到免疫力，自进前咱讲3个月，即阵。 是缩短变作是20天，所以有可能是第2届来治病。虽然镜头是较轻，但是专家嘛呼吁讲，就算是得过 COVID-19， 嘛要注意疫苗，嘛则加强，咱讲到注疫苗加强剂来提悬着整体抗体。目前5岁以下囡仔是美国唯一无疫苗会当做的群体。随着咱的哪侪美国民众脱喙暗，真侪家长几个月来一直向政府施压，希望会当保护幼儿。 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分析，虽然只有大约3%的新冠疫情病例属于6个月到4岁的年龄层，不过这个年纪的转移率、甲死亡率拢高过年纪较大囡仔。专家指出，保护这1800万的群体真重要。They should provide some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s
and also provide real protection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and severe disease. So that's the real benefit, that even though severe outcomes are not common in children, when they occur, they're devastating. 就伫顶礼拜初十 ，FDA 发布审查报告，指出自2期莫德纳对6个月到5岁囡仔来讲，安全佮有效，有效性上悬达到51%。数落来13 ，FDA 也指出，辉瑞甲 BNT 针对6个月到4岁的年龄层推出的3期型新冠疫苗，同款安全有效性达到80%。In our most vulnerable individuals, children,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sure that we have a reasonable evidence base before we go forward. 12月14到15 ，FDA 将会召开外部顾问会议，投票决定监视授权两剂疫苗。澳洲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若签字核准，上紧会当为2月开始，予幼儿注疫苗。另外，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伫奥密克戎病毒出现进前，若讲感染新冠病毒，会当维持大约3个月未二次感染，也毋过因为奥密克戎传染性较强，再次感染的防护率只有50%左右。但被科学家发现有人伫感染奥密克戎 BA.1 病毒20天了后，就再次感染奥密克戎 BA.2 亚型株。也毋过也有好消息，因为身体免疫系统会渐渐建立丰富，代表一旦二次感染，有注疫苗也是加强这一人免疫系统会试着用各种武器对付病毒，使症状较轻。也安尼，专家建议，就算着过新冠，也应该注疫苗，也是加强这以提悬抗体。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是有共款关心到 COVID-19 这个疫情也是起起落落吼，咱看到中国北京顶礼拜才放零防疫这限制，过无几工就传出到啉酒这个吧出现群聚感染，目前已经发现超过200个病例哦。北京市政府真坦白就咧讲哦，这波疫情比进前更较歹剃头，已经要求市内朝阳区350万居民大规模来体检，尤其针对一寡夜生活的场所来严格检查。体检站前人又搁排真长，早放零较无一礼拜，北京又搁发生新疫情，立刻缩按防疫限制。伫北京市中心外商外馆、商业文教场所真侪朝阳区，初九搁发生酒廊规定烧话，短短几工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北京市政府坦白讲，新疫情拖真紧，管控难度已经超过2年前新发的批发市场。对酒吧等地下场所开展大排查。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地下密闭、通风不良的场所暂停开放。这件酒廊规定烧话已经扩散到北京14区，搁拖到另外一件 KTV 感染。官方已经关掉朝阳区夜生活场所，各家发生疫情的天堂超市酒廊立案调查。部分主题区甲购物中心拢封锁，下13开始也停课。当时要求朝阳区350万居民，礼拜1开始连续3天进行大规模体检。很多小区都是因为去过那个酒吧，然后不都已经就是需要观察了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担心的。北京市政府14通报个新增加74例，已经连续几天拢是中国新增加病例上侪所在。当地为4月底传出新疫情了后，累计超过2000例。已经封锁2个月才拄啊解封小可哮喘的上海，搁因为有一寡疫情，顶礼拜6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搁在进行体检，部分主题区也是互人限制行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国际上要紧，带大家做伙来看讲，美国、中国最近咧讨论外交国防上，这对话是真密切，尤其是讲到咱的大海啦吼。根据 Bloomberg 报道吼，伊讲中国主张上下70海里，上宽220海里，是因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甚至咧讲到台湾海峡唔是国际海域，是因的内海。咱台湾外交部当然要做出强烈的回应，讲中国是挑伫讲扭曲国际法。美国国防部嘛讲会继续伫国际法稳准的这个所在飞行航行，所以亲像第7舰队会继续航海伫咧咱的台湾海峡。13个这个时阵的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和北京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伫咧 Luxembourg 进行会谈，同款针对台湾问题，咱讲到台海议题，佫变成焦点。美中关系紧张，最近更加因为台湾议题，针锋相对。1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再次甲北京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伫卢森堡进行会谈。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
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处理无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最近搁较几啊摆表示，台湾海峡毋是国际水域，引起拜登政府的忧心。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彭博社指出，中共军方最近几个月伫甲美国军方的会面中，几啊摆反驳美国的国际水域论，认为我国军舰伫这个海峡的活动应该受到限制，挑战台海法律地位。外交部则是严正反驳中国的讲法。对于中国政府漠视我国的主张，刻意扭曲国际法的规则，并且将台湾海峡企图矮化，成为其所属的专属经济海域，外交部我们无法接受，并且我们予以谴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是认为，军舰乱过台海符合国际法甲国际惯例。记者综合报道。有影互咱讲到台美关系总是有中国这个无确定的因素咧扰乱，英国咧侪留学生、台美人伫咧海外帮助台湾民主化，嘛深化台美的关系。即阵咧虽然到美国留学的人拢变少去，不过因含在地台美人对台湾有真大的使命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用各种形式来支持台湾。纽约特区处长李光忠就形容，因是摕长枪挑战巨人的长击科德。对阿明来到美国，看官方民间安怎联手来拼外交。咱国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忠迎接纽约市市长 Eric Adams， 两个人有讲有笑，来到美国纽约中华公所参加庆祝活动，用行动关心中华民国台湾老广东侨胞。纽约台湾会馆。另外，伫咧纽约嘅台湾会馆，嘛通看到李光忠嘅形影。面对困难，我们一起打造了东亚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度。和台美人徛做伙，要拼外交，先爱和所有侨胞拍好关系。因外交工作，唔是干那政府单位咧做。所有的侨胞拢是建立台湾品牌上重要的资源。你啊，过去是一个东部足重要的，这个地区台湾的了解，对国民的外交，嘛是足好的。相关的推广。我嘛有看到愈来愈侪咱台湾的少年人，甲咱海外的侨胞，愿意投入这项的职业。就敢若亲像摕着长枪的这个挑战风车巨人的这个堂吉诃德，因呢直直向前行。那侨胞阁有一寡台湾留学生，就亲像李光忠所讲的，挑战巨人的长击科德，直直咧为台湾向前。阮就有一群留学生伫遮做工课的台湾人，想讲会当。互海外的遮台湾人较团结的，互遮海外的台湾人知影讲，按伫海外会当做一寡为着台湾好的代志。我上届头我去这个 Georgia，1967年、70年代、80年代就开始有参加这个台湾人伫遮自决运动。这个 project 无钱啊，拢是按家己遮的留学生、遮的台湾人有啥物就出啥物，有加影片的专业就加影片，啊有翕影像的专业就来翕安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发挥专长。有人成立读册会，有人翕影片，有人办论坛，推广济活动。其实拢有小可使命感。想讲希望台湾会晓好，啊，家己会晓做啥物代志，啊，可能无效，可能有效，毋知，但是都想做就对啊。要互台湾更较好，外交人员甲侨胞大团联，要将台湾的国际声势更杀进前一步。记者张伟民，美国纽约采访报道。镜头来到中国看到这个歧视这个问题吼，尤其中国河北省唐山市最近是一间烘肉店哦，发生查某人客拒绝避风小弟哥，说互人为咧整为咧拍的这个事件，
监视器画面一个出哦。咱讲到济网友拢咧骂，必须当局赶紧抓到高明嫌犯。啊，这件事件嘛，若发生着，咱讲到中国性别歧视，搁有一寡即地方黑社会帮派势力这些问题 ，BBC、CNN 这些国际媒体全球拢咧关注。唐山一间蛤蟆店，当了5头早，未少人家当咧食料理。这个时阵，穿青衫的查甫人突然行到一名白衫女子的边仔，伸手摸伊的脚趾拼。女子顺势拨开拒绝，两个人去还价。这个时阵，查甫人继续转手去，突然闪女子一个脆皮，佮继续对伊起脚动手。女方的朋友看到过来阻止，随后人方的朋友围起来拍，现场非常的激烈。闹出这阵歹徒扫落来，有着记者上锁女子的头章，将伊拖出迄场外。股市暂搁拍。另外一名想要化解纠纷的女性朋友，这个时阵和青衫查甫人杀一个跋一倒，一场人后来还阁唔放过白衫女子，对伊发动几啊摆的攻击，但女子互拍甲受伤倒伫涂骹，歹徒才离开。这段监视器画面伫网络公布了后，引起网友愤慨，要求警方赶紧依法严办嫌疑人，还好受害者公道。警方伫舆论压力之下，真紧将9名有黑帮背景的歹徒逮捕到案。这个事件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CNN 甲 BCC 的报道拢指出，这摆攻击再度引起中国妇女受暴力甲无平等对待争论。不过部分中国官方媒体却想要将焦点为性别问题转到当地的帮派暴力上。有中国网友表示，同款的暴力情形也可能发生伫家己身上，希望这个问题受到重视。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过来关心一名英国记者做伙和原住民族这个基金会工作者来到巴西 Amazon 河林来采访环境这个议题，却行踪不明。这阵已经是第9天，现场敲找军警单位好认找到遗体。不二个，这巴西总统 Bolsonaro 拜公开表示，确实发现到人体北内当咧验 DNA， 伊讲两个人的情况无介乐观。巴西军警甲搜救人员侵入巴西 Amazon 雨林内底，要找找失踪的英国记者菲利普斯甲原住民工作者白瑞拉的下落。12传出有找到这2个人的牌仔、笔记型电脑甲衫裤。不过警方是否认有关找到这2个人遗体的报道，历史案件互人看甲不飒飒。也让总统波索纳罗伫拜一讲，这2个人的情形可能是无啥乐观。Agora os indícios levam a crer que fizeram alguma maldade com eles, porque já foi encontrado boiando no rio vísceras humanas que já estão aqui em Brasília para fazer o DNA. 57岁英国记者菲利普斯是《卫报》甲《华盛顿邮报》的自由写稿人，陪伫伊边仔的白瑞拉是伫巴西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咧食头路。2个人失踪进前做伙要去巴西、秘鲁、甲哥伦比亚各界亚地国，要调查 Amazon 环境的议题，却伫初5宣告失去联络。也若因拜访的保护区有带6000外的原住民，部分的民众拜一发起示威，指控当地非法偷拍啦、掠鱼仔、偷错茶、挖矿、甲走私毒品的问题是真严重。不过政府并无尽到保护的责任，怀疑这2个人真有可能去互非法的入侵者抬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菲利普斯去年捌伫记者会。用来质疑波索纳罗涉入巴西环保执法，也若被瑞拉组织原住民巡逻队守护保护区，像在甲遮的非法偷拍啦、甲掠鱼仔的人爆发冲突，警方当地调查这2个人失踪的案件，敢是甲非法人士有关系？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咱讲到这2日了，无论国内外，气温拢是热扑扑。咱讲到西班牙拜出现40外冬来上早出现的气温热浪。咱讲到中部和南部这气温拢超过是40度。南亚的这巴基斯坦呢，甚至有地区气温是来到51度，真正热甲会出人命。冲凉酸水烫肉体，拜一的马德里真烧热，连狗仔拢挡袂牢酸水。受北非暖气团影响，西班牙热天还未到，就提早迎接热浪。马德里13气温达到41度，中部甲南部部分地区也超过40度。这波高温是1981年，也就是41年前当地上早记录到的热浪。Hace demasiado calor y cada rato con agua y no sabemos cómo vamos a hacer. Estamos a la sombra de árboles y
热浪互民众化食未消，气象学家警告，气象变迁互这波热浪收早到无正常，也毋过未来恐惊会有更较侪热浪出现，呼吁民众加啉水，做好防潮水准备。另外，伫南亚的巴基斯坦天气更较是热死人，新竹县城市贾科巴巴德顶个月14气温是降到摄氏51度，创下纪录。当地3月就开始变热，连春天拢无，就直接为寒天跳到热天。बस कुछ ना वेठा रहंदा अल्लाह मालिक थने वेठा रहंदा पंहिंजो गर्मी में जेको थी सघे गर्मी में पखा हलंदा आहिनि ठीकु आहे जो न हलंदा आहिनि त बस。热浪严重影响贾科巴巴德大约20万人口，也毋过当地自来水甲电力阁严重不足，即便只会当灌水桶出外提水，也无法度计较水质。便衣职工指出，极端高温威胁上大是女性，因为伊为了家庭生活无法度避开烧热环境。Whether that's day, whether that's night, whether that's rainy season, whether that's summer season, they just have to cook. And even in the villages, they just have to go to the fields and they have to work and there's no roof before them, you know. So women are affected a lot. 巴基斯坦热天烧热将继续8个月，不过当地官员表示，也在想办法解决欠电力的问题。镜头转到美国，美国加州最近因为酷寒，洛杉矶国家公园在一暗再度倒起野火，短短无到1天，已经烧掉约1000英亩的灌木丛、甲草皮啊，搁往人口密集地区传烧。当局已经下令疏散附近大约4500名居民，好加在目前无情况伤亡。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新闻世界通，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